分享收看客家名录学者每日的行业新闻。客家委員會第世界每日舉辦行業教學論壇及表揚典禮，主任委員顧秀輝特別感謝老表揚第13年度推動行業教學2年19年到教學相關應然界傑出貢獻。行業係台灣界國家語言之一，行業唔單淨係一種交通界工具，還係代表家界文化、價值老思考方式。同時透過行業未做得本其他族群進入土來認識客家文化，無論係傳統界山歌、師傅法、民間故事，也係偏向界生活容易。特質是特質第二都表現出客家特殊界情感老生活哲學。第世界每日兩日，主題其他每日推廣界法通，每人該重新思考地現下社會運用辦類創新每日，希望透過創新界教育方式。發拍界文化法通，老媒體傳播，本行業定義上生活地圖自然講出來，也唔單強對語言界保存有幫助，未做得本漢下當然感受到行業將應界素材。地唱跳法界時代，行業做得繼續創新下去，以上係客家名錄學人界報道。接下來教大家基本嘅界每日嘅行業就係創新，行業會繼續創新下去。行業會繼續創新下去，你學會嗎？下一拜上來了。